佢哋嘅降臨預示咗饑荒、災難。因為佢有長距離遷徙嘅習性，所以被稱為遷飛性害蟲。蝗蟲、草地貪夜蛾、面靈蟲都屬於遷飛性害蟲嘅大家族。超強嘅繁殖力、超大群體嘅生存模式，令佢哋唔怕天敵，所到之處枝葉無存，火粒不收。人民會用無煙嘅火災嚟形容遷飛蟲災。一旦出現，無藥可救。目前最好嘅方法就係抑制蟲群遷飛嘅路向，預先防範。但係要點樣識別飛行緊嘅害蟲種類，同埋判斷群體飛行嘅路徑呢？傳統方法係依賴人力，透過田間技術人員嘅技術統計，種類區分，唔止工作繁瑣，而且效率好低。呢兩個數字比較反映到佢真正嘅飛行能力。呢啲對佢損傷比較細，睇下呢度特別細，證明佢喺入面可能停低咗。係。張浩文係病蟲害監測預警課題組嘅成員，佢哋喺度研究緊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監控遷飛性害蟲。而家做緊嘅實驗係採集害蟲飛行嗰陣翅膀震動頻率嘅數據。振翅頻率係識別昆蟲種類嘅重要生物學參數。呢邊飛行距離總數呢個參數點解差異特別大嘅？環境冇變過㗎。有啲冇喐過，佢冇飛到。科研工作者喺遷飛性害蟲嘅路徑度安裝昆蟲雷達進行即時監控。一座雷達平均每日可以收集到幾十萬條數據，記錄昆蟲嘅行為、種屬資訊，根據振翅頻率、飛行高度、速度、蟲群嘅形態等等數據，再同以往嘅災情數據對比翻，由智能系統判斷來源地，再預測蟲群有可能降落嘅區域。由圖像可以睇到唔同種類嘅蟲，喺空間佢係一個可以分割嘅狀態。利用雷達，科研人員可以越嚟越精確咁監控同預測遷飛性害蟲嘅群體行為。但係針對害蟲個體進行識別，昆蟲雷達嘅表現唔夠好，需要用圖形識別嘅智能系統，將一啲相似度極高嘅遷飛性害蟲識別出嚟。張浩文同佢嘅同事喺度為識別系統添加更加多草地貪夜蛾嘅圖片樣本。同佢同屬嘅另一種蟲叫做疏灰刺夜蛾。佢哋兩個非常之相似，但係呢種貪夜蛾咧，啲色淡少少，而疏灰刺夜蛾整體嚟講係偏黑。佢哋嘅方法係首先人工標記出害蟲嘅位置同種類，透過不斷咁增加數據，俾機器學習，以提升精準度。做呢樣嘢最重要係將每隻蟲都準確咁標注低。要準確識別一隻昆蟲，單靠幾張圖根本完全唔夠。為咗令系統見多識廣，學習到更豐富多樣嘅昆蟲特性，需要大量嘅人工標記圖片，進行模型訓練。如果圖片樣本唔夠，系統就好有可能會認錯。佢哋要將貪夜蛾喺唔同環境背景、唔同位置角度、光照條件下嘅形態標注出嚟，咁做就可以令識別系統越嚟越準確。農田嘅實際蟲害現場係最需要識別昆蟲嘅地方。為咗幫助農戶快速識別害蟲，課題組仲推出埋手機應用程式，只要隨手一拍就可以識別害蟲種類，即刻上傳報告。我希望未來可以揾到一個完美嘅昆蟲識別模型，而且廣泛又低成本咁應用喺監測昆蟲當中。